歡迎嚟到今次嘅深度解釋。今日我哋會一齊拆解一篇好有意思嘅文本，叫做《神說話啦》。呢本小冊子探討咗一個非常宏大嘅神學主題，就係神到底係點樣同我哋人類溝通，佢想傳達啲乜嘢信息。我哋今日會用一個完全客觀嘅角度帶你走進呢一套獨特嘅世界觀，睇下佢到底講咗啲咩。準備好未啊？我哋直接開始啦！一打開呢本手冊，你可能會以為佢會即刻同你長篇大論講啲高深嘅教義，但係其實完全唔係咁。佢一開口就問咗一個我哋每個人喺夜深人靜嗰陣時都可能曾經問過自己嘅問題：我活喺世上嘅目的到底係乜嘢？講真，我哋嘅生命難道真係只係一場隨機嘅大爆炸咩？定係其實背後仲有更深層嘅目的？作者就係用呢個我哋都勁有共鳴嘅終極提問，一下就捉住咗讀者嘅注意力，為咗回答呢個關於目的嘅大問題。呢套論述帶我哋直接將時間倒流翻到一切嘅最原點，亦即係創造嘅開始。根據手冊入邊嘅講法，神最初同人類溝通嘅方式其實真係好直接。喺嗰個被叫做樂園嘅完美狀態入邊，神係親口同亞當同夏娃講嘢嘅。你可以想象成係一種完全冇雜音嘅完美嘅雙向溝通。當時人類完全明白神嘅旨意，呢個亦都係呢一套神學藍圖入邊最原始、最順暢嘅互動模式。不過而家呢種面對面嘅直接對話顯然已經改變咗。咁你可能會問，而家嘅溝通媒介到底係乜嘢呢？手冊喺呢度用咗一個好生活化、好現代嘅比喻，佢將聖經比作我哋喺學校用嘅教科書，就好似我哋會透過教科書去學新知識一樣呢。本神嘅書就被設定成一套專屬教材。目的就係要重新建立翻嗰段斷咗嘅溝通，即係話佢認為聖經係神而家向人類發聲最主要嘅渠道。好，既然已經有咗溝通嘅媒介，咁我哋就睇下個信息本身到底講咗啲咩。透過大家都熟悉嘅現實世界，作者將神嘅要求濃縮成幾個絕對核心嘅重點。第一，將神擺喺絕對嘅首位；第二，單單侍奉佢；再嚟就係愛人如己。喺呢個世界觀入邊，神發出嘅信息可唔係咩生活小建議，佢要求嘅係完全嘅服從，而且人對人嘅愛都必須建立喺對神嘅愛之上，先至算數。聽落係咪有啲深奧？但其實呢本手冊將呢啲神學教條落實到好具體嘅日常生活入邊。佢舉例話，無論係你去照顧年邁嘅父母，定係去探訪一位孤單嘅鄰居，只要呢啲行動係出於純粹嘅愛，而唔係為咗某種利益交換，咁當你照顧身邊嘅人嗰陣時，其實就係真實但回應緊神嘅呼喚，呢個就係一種侍奉。但係個故事去到呢度就出現咗一個大轉折，我哋進入咗所謂嘅斷線狀態。小車子提出咗一個關鍵字，就係罪。佢對罪嘅定義非常有意思，叫做射唔中靶心。白話啲講，即係射箭射唔中靶心，即係話人類已經唔再做翻當初被創造出嚟嗰陣應該做嘅事。我哋選擇咗由自己去決定乜嘢係啱，乜嘢係錯。更致命嘅係，人類選擇咗掩住自己對耳仔唔想聽神嘅聲音，直接切斷咗嗰條原本完美嘅溝通專線，為咗俾大家明白呢種偏離靶心有幾咁嚴重。作者提出咗一個起初嘅約定呢個概念，呢個就好似行到一個十字路口咁，如果信服神就會帶嚟永生嘅祝福，反過嚟講，如果打破咗呢個約定，就會帶嚟永遠嘅咒詛同死亡。要特別留意嘅係，喺呢一個神學觀點入邊，呢度講嘅死亡唔單止係生命嘅終結，而係意味住你會永遠失去同神溝通嘅機會，徹底斷裂咗。咁呢種唔信服喺我哋人類身上究竟會點樣表現出嚟呢？手冊引用咗一個好出名嘅比喻，葡萄園入邊嘅兩個仔，大仔一開始嘴硬話我唔去，但係後尾又反悔走咗去返工。二仔把口就應承得勁好聽，話完全冇問題，結果根本冇去。呢個故事真係講得超準，啱啱好戳中咗人性嘅矛盾。我哋係咪成日都係口頭上應承得好好，但實際行動上卻完全係另一回事？為咗令現代人更有共鳴，書入邊仲舉咗個叫艾瑞克嘅例子。艾瑞克同新老闆約法三章，話會遵守規定，結果有一晚佢捱夜，第二朝一早仲心存僥倖，直接撳咗鬧鐘嘅貪睡掣，跟住繼續瞓。有邊個未撳過貪睡掣啊？係咪？但作者就係想透過呢一種微小嘅犯規拋出一個問題，我哋喺生活入邊會唔會都成日好似艾瑞克咁，好容易就許下承諾，但係又好輕易咁打破佢？
呢個就係我哋人類唔中意聽話又好容易違約嘅普遍傾向故事。講到呢度，一個非常尖銳嘅核心問題就浮出水面啦。神嘅要求難道係一個根本做唔到嘅任務咩？你諗下，如果我哋連早起身唔賴床呢啲小約定都守唔住，又點可能達到神嗰種完美嘅標準呢？呢套神學主張認為，人類嘅意志其實已經被扭曲咗，所以如果淨係靠我哋自己去達到神所要求嘅完美順服，嗰真係個冇可能完成嘅任務。為咗搞清楚呢個睇落好似無解嘅死胡，同我哋可以將呢套神學嗰條宏大嘅時間線攤開嚟睇。由最初創造嗰陣嗰種完美嘅順服，到咗墮落嗰陣就打破咗約定，跟住再進入律法時期。重點嚟啦，神嗰套嚴格嘅標準其實從來都冇變過，但對墮落咗嘅人類嚟講，卻變成咗根本做唔到嘅要求。神所講嘅標準冇變，變咗嘅係我哋人類咁。既然我哋做唔到，出路到底喺邊度呢？呢個終極嘅解決方案就濃縮喺文中引用嘅一句說話入邊。人做唔到嘅事喺神嗰度卻做得到。呢句說話嘅意思係，既然人類靠自己根本達唔到標準，但神就親自開咗條路出嚟。根據呢份文本，耶穌就係嗰位被派嚟嘅完美代替者，佢滿足咗嗰啲我哋根本做唔到嘅要求，成為咗一座橋樑，將原本斷咗嘅溝通線路重新接通翻。令神嘅聲音可以再次俾我哋聽到，為咗俾我哋更具體淡睇到呢一種溝通重新啟動可以帶嚟幾大嘅改變。書入邊舉咗保羅嘅例子，即係掃羅嘅例子。掃羅原本係一個淨係在乎自己榮耀嘅人，直到有一日佢的而且確聽到咗神嘅聲音嗰一刻，佢成個人經歷咗180度嘅大逆轉。佢放低晒所有嘅傲氣，戰戰兢兢咁問主啊，你要我做乜啊？呢個客觀淡顯示咗，當一個人重新接翻上呢條對話管道嗰陣時，係點樣由以自我為中心，徹底轉向尋求神旨意。跟住我哋嚟探討下呢個終極目的。既然人類一早就自己收咗線，點解神仲要花咁大功夫繼續透過聖經同我哋講嘢呢？書入邊講咗3個好關鍵嘅理由。第一，佢冇放棄嗰啲背棄佢嘅人。第二，佢好渴望人哋可以經歷一種由內而外徹底嘅新生。最後呢一切嘅終極目標就係為咗賜俾世人永生同埋真正嘅幸福，而推動成個溝通同救贖嘅計劃最核心嘅動機，到底係乜呢？經文帶我哋睇到嗰段非常出名嘅對話，即係約翰福音3章16節嘅內容。呢番論述一再強調，神之所以不斷去嘗試同呢個充滿缺陷嘅世界對話，甚至不惜賜下自己嘅兒子，絕對唔係為咗要定我哋嘅罪，而係出於一種極其深沉嘅愛。呢份愛先至係神一直都唔放棄持續向人類發聲嘅最根本原因。由一開始完美嘅創造到中間溝通嘅斷裂，面對一個根本冇可能做到嘅要求，一直去到最後嗰個出於愛嘅終極解決方案，呢個就係神說話啦。呢本手冊為我哋建構出嚟嘅完整嘅邏輯脈絡，圍繞溝通破裂同完美修復嘅奇妙旅程，喺解釋嘅最後呢份文本留俾我哋嘅一個非常深刻嘅反思。如果呢一套世界觀係真嘅話，如果神向你講說話嘅渠道的確一直都為你敞開住咁，面對呢個跨越時空嘅呼喚，你又會點樣回應呢？希望今日嘅分析可以帶俾你一啲唔同嘅思考。我哋下次再見。